的。这是我们的贴标机区域，大家看各种各样的贴标机。那这里呢就是小型的正面贴标机，用来连接一些桌面型的灌装机。那这个呢就是双面贴标机，这一个呢就是型号叫220贴标机。它的好处就是这个产品从这滚动的同时就把标给贴好了。我们还有一款260贴标机，就是有一个定点的功能，一个瓶子过来之后，先在这儿把它卡好，然后这样转一圈进行贴标。它的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我们的瓶子中间带凹槽的话，那么呢，在我们的这个定点的地方可以车出凹槽，更好的把标签贴在这儿，贴一周啊，就是非常实用。看到吗？现在我们也正在组装，很多的贴标机。